4月18日，星期六，第5天，旅館自助早餐。10點40分，第一站到附近櫻花隧道拍幾張照片。11點23分，第二站到 Eon Town Hirosaki Hinnakuchi 和前後午餐。4點25分到第三站南陸真山泉城館參觀。這裏是生魔鬼變身區，免費提供生魔鬼面具。依等道具讓人真實換穿體驗，成為生魔鬼拍照留念。往前走就是三魔鬼面具大集合。由於三魔鬼的樣貌是由扮演者自行決定後去裝扮，可以看到不同村莊的裝飾元素也有所不同。有的樣式比較和藹可親，有的則是真的面目驚人。透過面具去了解地方的文化發展，也借此看到不同面具的形態展現傳統的工藝之美。5點離開，前往 Oga Resort Hotel Kiraraka 南陸旅館入住。6點到餐廳享用日式晚餐。4月19日，星期日，第6天早上，房間對外。早餐前先到旅館樓下露天風呂。8點旅館日式早餐。
9:45退房，在旅館拍幾張照片變回情新色。10:15第一站 Nemaheach Statue 蠟像。10:50到達第二站 Shioseki 潮乃岐。11:40到達第三站 Roadside Station Ogre 道之站購物和午餐。這位置距離新式大關莊湯旅館還有254公里，約4小時車程。4點到達第四站山居倉庫。我呢個6:10入住 Thai Cancel Sanaminoi 一博兩食。攞啦。坐喺度咁細個嘅，你做啲咩啊？咦，裝你呢個袋咪得？4月20日星期一第7天，房間對出海岸有很多海鷗。
8點旅館日式自助早餐。退房後到旅館海邊行下。10點45分離開酒店，前往日光。11點50分第一站 Niigata Furusato Village Road Station 道之站新潟村購物。5點10分到達日光，中禪寺金谷入住。入住旅館3樓的房間，整間旅館主要走西式風格，露台對出就是中禪寺湖。4月21日星期二第8天早上，房間對出，室外氣溫8度。10點，第一站到中禪寺參道。我哋漂移啦嚇！漂移，我哋坐穩啦，我哋漂移啦！
1點30分回到東京，走井 Premium Outlets 購物午餐。